欢迎收看《后上泰山公》，有法泰家公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土司长阿中古，向下来聊后生人大嘴鼓。今日老大家讲嘅话题就係恐怖情人、問題情人。大家有看過一部電影，按到控制冇？第八度兩女主角啊，突然間行為實在本人吃到汗蘑菇胖胖起呢。韓國兩下看到新聞啊，見看到了恐怖情人、問題情人案件見來見發生。今日有這樣的後生人，大家向下來討論，到底情人之間用辦相處，讓我們變到問題情人，眾上歡迎。首先有請到係阿志怡咧。大家好，我係對方心目中完美情人嘅志怡。我可能係完美小朋友哦。哦，聽一集老大家笑嘅係李家誒。大家好，我係看起來未唱完美情人嘅李家家家，唔過唱看起來聽聽啦。等下來分享到底那邊看起來唔唱完美情人哈。第三集老大自家紹介係白客嗎？大家好，我係鍾白強哦，我向我老觀眾朋友講吼，記得吼，你阿這節目吼，記得千萬講我係問題嘅情人，不過我係唱唔好講，我認為我係性好男人。好，我冇小心啲。第四集老大自家紹介係飛機呢？大家好，我係嗰種音紅亞度，我是唔會輕才生氣的。偶爾失控情，偶爾失控情，等下來看哪時會見哈。最尾老大家小嘅係誰？小福。係大家好，冇唔錯，我就係大家心目中完美嘅標準情人。好嘛，只要我愛你，就會俾你空間，俾你包容完美嘅情人。哦，謝謝。一開始大家就講法了呢，因為安尼吼，大家有看到吼，有聽到人講啊，問題情人還有恐怖情人，你下見出見到畫面吼，還有新聞方一打開了，恐怖案件又發生了，都大部安尼吼，來看一下恐怖嘅問題情人6項嘅特質，你喺名錄項有統計出來，第一項當強勢、死叫叫嘅個個猜想，第二種同阿棟就危險唔講出模擬。我就無法度成法。第三，千錯萬錯都係人嘅唔錯。第四，想要完全讓人巴掌踢，人嘅時間就係我嘅時間。第五，想要隨時隨地掌握人嘅形象，甚至會堅強唔呢。最尾一個，情緒當會失控，看的世界當等人講。過後就將冇事情發生咁樣，有驚啊！大家知道咧，6項地背啊，最這種等人講，最很可怕，不想跟這種人接觸的，到底係哪種體質咧？哎，李家。像我最強嘅呢，就係想愛隨時掌握人嘅行蹤，也係停等人，係做一當等人哋嘛。雖然可能係對方啊，係佢知道冇安全感，想愛點唔點那位，不過對我嚟講係一種非常冇安全感嘅感覺啊。因為啲行路嘅時間，我都會想講。後面係唔係有人啲停啊？就是好奇怪，當等人講嘅做唔得，按樣接數。真嘅，我們無法度接觸，你就知道，咱不依手就有一個監視器，會移動的監視器，會定位哦，定位哦。你掌握安樣。他這樣，所以他代表他也會這樣。對啦，阿志，你知道咧6點地背，你做唔得接觸係哪一點？我最講係第6點，情緒失控。因為我本來就請講人家講法輕太上輕。因為人家情緒上就會非常強，因為我感覺情緒失控嘅時間，可能你自家沒冇辦法控制自家行為，可能做到會自家會後悔嘅事情。係佢講到情人之間，我本來就會有意見唔合，係咪嚴格嘅事情？唔過咧，那喺情緒失控就冇辦法溝通嘛，冇辦法溝通，可能情緒失控嘅時候，可能就會引發暴力嘅衝面，可能有肢體當中嘅衝突。像你細麼人，你哋要比細來行下細，就會大戲都唔掂你嘛。當聽人講，係啊，可能係腰皮腰骨，要按細咋，從小朋友重要。把佢東眼就嘣，你就回到內湖去。真嘅咯，嘅阿飛機呢？你6點地背，你最驚係哪點咯？第一張是係安英講話氣勢逼人，高高在上，頭下是講你做嘅都唔錯，錯嗎？唔係冇安樣啦。係啊，因為安樣應該是到佢嘅性格是係安樣人，安樣人哦連朋友我都唔愛，所以更何況是情人。當強勢哈，愛講嘅講錯，你講嘅都不對，愛講嘅才是王，就是我哋愛咩係該種人啦。
俺唔是用的好，钟伯克，唔是我嚟讲，你水饺係哪種？俺咯惠清节强咯，俺水饺俺是提热点，一方面吼，因为俺当奖气势逼人，高高在上，而且讲俺唔錯嘅，因為俺絕對唔辦法接受披薩講俺唔錯，你知冇？知吼？知。姑叔，你就可以踢咋？可以啊。唔係，所以俺圈地嘅感覺不應講嘅，不應講哦唔錯嘅感覺，所以俺咪唔會。講披薩唔錯，是像吼前日前啊吼最火紅嘅《如懿傳》啊，還有《延禧攻略》啊，你看跟女主角完全冇講過哦，而且老記心地都嘅性侵哦，控到心地都哦，結果咧後來藏不住咧，空掉咧。後來咧蹦出來爆出來哦，哦 ，Hellboy 給奔那個風體吼一刀啪。所以你看，總體按樣，即係講披薩唔錯，你應該吼本披薩鼓勵啊，講讚美啊，按樣愛情才會穩定，像愛按樣。我知道總法講嘅宮廷劇看中，我係咪知道呢種人真嘅無法度接受呢？那私教嘅個個菜種當教我，安尼嗌就錯，研究唔錯，還會自討披薩嘅呢？啊，真嘅當會自討嘅黃小鳳你知道？冇啦，我冇同我自討。我咩談緊塑膠，我只不過喺度佢建議，聽聽吼。加講嘅6點，我知道8點就當電影鏡，因為8點獨棟啊，全部係3機。故說咧，那我拖嘅陣我知道就T4點，像我完全獨佔，一時間乜嘅全部係本機，因為講駕駛機係恐怖嘅情人，我做得遠離他，係冇？唔過駕駛機連時間就要搞本機咪好，3就3唔過咪好，我知道。這種人咪好，就係最你看我做乜計？來，搶唔好看我念200。好啦，我都知道咪好，呢種人咪好，係最得人驚。8000對冇？係啊，因為3就3唔開啊，超冇。國前真剛從頭到尾完全唔錯，完全你幹嘛自己對號入座？他沒說是誰啊？一共8000啊，喊我馬上8條，唔係8條。冇啦，我而家這樣子咪好上錯片頭啦。係披薩啦，唔係啦。係啦，家就講到這個水餃，然後唐太家講，但真實啲人嘅生活度方有兩種恐怖有問題嘅情形喎，誒，李家先來講下。哦，有誒，唔過係我朋友嘅理嘢啦，像我嘅朋友係誰來嘅？佢呢發生一棟歐巴嘅事情，一歐巴嘅事情就係我朋友佬給朋友分數以後，一朋友真係非常得人驚哦，佢佬佢公司嘅人。韓國嘅朋友，所有嘅細妹人呢，都留意聽眾跟蹤嘛嘅，就會應該講 Instagram 跟蹤啦，也係訊息跟蹤。加上呢，就問講，你係唔係老外嘅男朋友有關係？有乜嘅關係？愛爭老結分數嘅，佢細妹就問愛講。愛係唔係老嘅男朋友有關係？我就想講，我當叫冇老愛朋友聯絡嘅啊，因為發生咁樣嘅事情，有時候當定人講。後面呢，我就問我嘅細佬朋友嘛，我就問講，誒，你發生咩事情還做得冇？佢就講啊，唉，佢讓人好凍衰，遇到一危險情形，然後佢朋友啊、公司嘅人啊，全部嘅人吼都講吼，佢設間呢係個渣男。故說就按樣誹謗謠言，係錯懂得人講嘅，因為我朋友呢唔知按樣嚟處理，因為從報警又知道一些咩人懂，係有點定，有點採過，唔過咩唔知按樣嚟處理啊，就是很焦慮哎。給阿志你講，生活有兩種嘅恐怖情形。我剛剛來試下係一天唔會獨斷，因為我先會看人吼。看人嘅眼光目光清好。清準吼。唔過我人嘅朋友就讀過，佢就有老愛講嘅故事吼，因為佢有讀到一隻係有躁鬱症嘅情形，係。故說我講其實有一隻偏真，佢3年真年輕辛苦，唔過來佢談戀愛嘅人又更加辛苦吼。佢有時佢如果老佢談戀愛，真經全部的特質哦，幾隻情形都有，全部都有。好去做情人哦，係非常嘅開，真係非常嘅開。有人會痛啊！好啦，唔起捱啦，唔起捱。後來嘅人嘅朋友就傾向去分數嘛，所以分數記到佢講，哎分數嘅時候，佢就會以死相逼。哇！真係唔好呢。係真嘅係情人啊，要愛你啊，嗰時候你講以死你去死，我咪笑啊。嗰時候就一次唔好講，就大敗佢講哎分數，佢就以死相逼，就一次按樣型嘅發生。唔過
真嘅沒有死敵嘛，後來其實好應該真嘅有點恐嚇他嘅意思啊，後來就慢慢就有分數咧，慢慢的離開佢。真嘅，兩邊係一個人，要遇到那種情況，真嘅係唔對用改善，搶走的好，我現在慢慢疏遠你，慢慢一步一步讓你習慣沒有我的生活。真嘅就慢慢嘅遠離啦。嘅附近咱知道應該性別啊，咁樣按樣嘅恐怖係問題嘅聲音咧。我哋下時都會講愛妹妹嘅故事。自己係老妹。嘿，因為啊，其實我妹婿啊，和上頭易燃刀，和教嘅朋友咪動到，所以其實係出去啊，就是手機一定要定位，韓個妹妹定位妹婿嘅。因為冇安全感嘛。韓機器都來機時地嘛，韓個訊息要檢查，韓個打電話去哪裡講報備要去哪裡，該係一定要做的事情。好，開視訊，要開擴音，係冇。還不到開視訊啦，直接講機器來機聽來打電話，模式就不行哦，係，他應該是知道，妹妹安音就沒什麼安全感啦，係啊，知道你老妹妹用辦建議嘛，韓國假使係你遇到呢種嘅情形，我用辦來處理咧。因為妹妹兩下都係都冇卡圖聲音啊，所以相信應該是知道。很容易就唔會按眼導嘅啦。我一扎就唔會。冇一天咯。所以那幾講是相信啊，就是妹婿出去趕時節，其實在偶爾跟着出門。安應錯嗎？對不對？參加家嘅生活片係，某時係其實走在親密都有自己想做的事情，他自己想做的事情，比如講，佢會做點心啊，某時看電影啊、逛街嘛，都走的轉移一下注意。本次嘅生活澎湃。係，係講督導安應會監控行蹤嘅，佢哋會讓對方講清楚，所以你安應走，我心裡不舒服，所以對於呢種監控嘅行為，我會忽略。唔係插機，暫啲冇辦到，係。其實你基本講到啱到，觀眾朋友，其實你財昌嚇，咪要業會係問題青年嘅代表，叫按到鍾伯強。你先聊一下，等下再來談鍾伯強嘅故事了。你先聊一下。哦，怪長得有你哦，那麼我特別做嘅米湯就重要，有你我長做食得到新嘅米湯，有獨好湯嚟攞去熬弄啲。還唔可以講哦。新因關係啊，係嘛？我就講，哎哦，入面好有一些嘅東西哦，哪個東西？哎，入面好有一些嘅假。哎呦，我做地方有東西一來，我的眼裡一下只有你了。哎呦，天哪！歡迎大家都進嚟後生睇上個節目現場嗬，兩下就係問鍾伯強，大家就公認而係問題恐怖等於講等於會實在我同伯強，係我冇跟住嚟講下，家下講到6點，你符合哪條？其實全部就有，謝謝。正經來講吼，最符合嘅是第4點到第6點。你第4點吼，因為我係黏 T， T 嘅代表。因為我感覺做乜嘅事情，全會讓我日本做啊。還有吼第6點嘅黏人吼，係因為我感覺啦係家庭複製，係因為我家公安樣。我媽媽安樣，所以我自然而然沒會安樣。都唔係講人名啊，這個問題啊。大概家庭複製。雖然2點啦，不過吼，你做唔得證明我是係有問題嘅親人啊，係冇？係冇？唔係，係啱冇法度叫嘅嚇。剛剛你講到青島嚇，老情人之間相處嘅時間，假使嚇用人嘅角度來看，萬一人嘅親密嘅情人要發生兩種問題行為嘅時間，用家上用辦去開導他。先看第一個，氣勢同強勢，個猜想見講你唔好，咁兩個時間用家上鍾伯強。假使譬如對你吼高否定吼，就是講唔錯，其實係唔錯嘅事情，因為你會去肯定別人、讚美別人，唔過假使係有方法嘅哦。假使譬如吼做得當好，你會講哦，你馬界地方做得當好，唔過哦，假使佢就算做唔錯嘅地方，佢會用漢堡法來講哦。漢堡法係漢堡法，係漢堡法。漢堡係冇？誒，是個東西哦，因為是個漢堡麼？有。漢堡就漢堡皮、漢堡肉和漢堡底，加漢堡皮咧，係因為你會講讚美嘅話，
cái汉堡肉cái肉cái部分呢，因為講你真正會壓cái事情，cái漢堡底嘅，因為講把事情拉回來，因為咋個咯，講一次再來講話，是就你假使至於東西都不收，東西對東對西，然後講。你平常嘅時間，你係凍好啊，東西全部收你整理凍好啊，梗係面漢堡皮，漢堡皮，漢堡牛嘅部分，你哋下做乜安用啦？做什麼事情都做不好，講幾多白咧啊？哦，梗係漢堡牛，我漢堡底嘅部分係。下擺哦，你自己聽我做哈，安樣你長輩好棒棒哦。你係做油香咧，因為精神分裂，身上都會漢堡。因為我太學嘅是即學嘅係教育系啦，我就學心理輔導啦，所以我真正懂了解嘅重要性啦。好了，希望愛你八強開本開個國謙老師的課堂，謝謝。50 K 啦，像觀眾朋友馬上來報名吼，八強線上咯，改英文課咯。哎呦，好厲害呀！不要趁機打廣告。歡迎發言。唔係啊，你係文匯傾教師吼，一個南外業班，一個天氣從嚟提一啲，當強勢啊，當個才從當叫我見過你5項用嘅聲。是咱八強可用嘅清空嘛，唔過俺唔會長期用漢堡，該挺麻煩。用乜關係？用乜去我用實際行動來肯定佢，比如講至於啊，吼，至於講係叫俺情人，叫讓俺講準備好食嘅東西，因為俺都是要啊，去準備本來食，該係很好難食，俺咪會食臭臭。哦，那個是甜甜。係，佢哋講，係，佢哋講天氣冷啊，俺嘅情人讓俺準備衫，剛開始一定會做。很好食，我都會做，係咪？因為實際行動肯定，很棒。希望那個南外一般是一個很有美感的人。希望。好啦，你家呢？我去剛才吃到聲音非常重要啊，因為你用聲音後。就會聲音嘅話就會知道他好溝通嘛。韓國啊，那我呢就會支持佢做任何嘅事情。用支持佢呢，佢就會尊重佢。冇做乜事情都會先尊重佢啊，先問講佢啊，因為佢都佢講，佢問我事情，我都會支持佢嘛。故所話嘅時候支持非常重要，像我老我男朋友啊，喺演戲裡嘛，做乜嘅呢？會按叫呢，讓大家教一下，因為呢，佢做乜嘅事情呢，我都會支持佢，像佢條擺啊、做條路啊、發生呢啲事情啊，我都會老佢講，無論你啲哪位，我都會永遠老佢做伴嘅。咁定講呢？就會支持佢，信任佢，係當重要嘅哦。本佢哋兩個世界方語言有一聲音，啲嘅等你。冇唔錯。天啊！阿師傅，來知道你剛剛講嘅完全就係純粹單純單方面的放閃，哪有？我知道本人唱到嘅木竹都會搶名嘅。咩？喺我按你講咩好？我咪再講係王太太啦，大家耳熟能詳的黃太太哈。因為從幾方時咩好？因為佢會煮嘅最高級嘅料理咩好？就係瓦卡媽媽。泡面呐，我那個我看 model，梗係 V 哦，自主啦，梗係 V 哦，係講緊係泡面。然後結婚了後來想講，你用公婆叫我煮出來沒有？是不是感覺很甜蜜係嘛？結果事實唔係按用，因為我搞件用嘅拿刀，用嘅切菜，用嘅煮菜，好，只有我喺放生用嘅偏香安尼，結果之後講。懂麻煩，懂囉嗦啦，就變到講，安尼個事情要懂多，係嘛？就講，乜解就只有我意見，那就講哦，好啦，跟後來爆米煮出來就不用佢去啦，不用佢去，就冇關係啊，反正佢去煮啊，佢有冇愛這樣講就做得，係啊。反正有說就做得咩？係有說愛說的，我做嘅事情係乜概念嘛？咩係一個信任感，然後做嘅事情就會惡弄佢。哎呦，怪長得有你哦，那麼我特別煮嘅米湯就強用，有你愛這樣做嘅食得到新嘅米湯，有當好糖愛攞佢惡弄啲嘛。係唔可以講哦。心因關係啊，係嘛？我就講，哎呦，入面好有一些嘅東西哦。乜嘅東西？啊，入面好有一些嘅假。哎呦！地方有東西一來，我的眼裡一下只有你了。哎呦！天哪！我給毛皮哦，就點香香8點呢，給馬皮8點。聲音
以外再行会甜，我晓得講法。真嘅啦，你係那西方人家糖豆吼，就是習慣咯，聽嗲嗲每嗲嗲，聽到會上天咯，真嘅。好啲，他們喺家吼，就誒駕駛第六點，嘅情緒同會失控，嘅看的世界同等樣。後來就像冇事情，強用來問下自己，駕駛按能用嘅先。係，我家下就講係最強壓陣嘛。我喺真人交往到按用嘅人，可能體擺佢情緒失控嘅時候，我試定去安撫佢嘅情緒，試定將對方冷靜到嘅。我喺體擺法，我絕對馬上分數。嗱，我老你切踢。係，因為我非常容易吵架嘅人，嗰時候我講過，佢可能一開始係言語上面的暴力，後來變成肢體，然後會打我啊，咁樣實，哎呦。係，可能一開始係用嘴，下擺就同數同腳噶哦，係，就麻煩啦。嗰啲真件113冇法度解。我假使結束之後，佢講哦，我當愛你啦，人認為我當愛你，應用嘅實。我講愛冇啊，愛用啊，愛用一個愛愛冇辦法。係啊。真嘅，不說自己最大嘅問題就係佢答應唔贏。咩安尼啦？咩安尼？咩安尼？咩安尼？通常係用言語還有行為上的暴力咧，本身就係唔錯嘅行為啦。吼，你理解咧？我次屆應該會老幾個，請你聽我向下做。就去跳去，就去你做咩就去再深呼吸，放鬆冇啦。來做按鈕啊，這樣做得到情緒變下來啊，你知嘛？因為有陣時真件情緒啊，唔容易失控嘛，嗰時候冇辦法來掌握嘛，你知嘛？嗰時候啊，真件要深呼吸吐氣，然後自己情緒先變下來，按鈕啊，這樣做得呢，好好嚟溝通。我咪硬跳硬跳。換氣過度，可能唔會啊，係氣動到啦。氣動到，我就覺得家庭安尼誒冷靜下來，將好好來討論啊。會見呢，假使你老能夠一擺嗰個超時嘅時間，佢突然之間情緒失控，用解散。跳板開始係哦，100、200都做得完，他話個會好好講哦。可是啦，到第300開始啊，我咪冇辦法，因為我咪係情緒會失控嘅原因。可是我咪情才是情緒失控，係我咪話情緒失控不能去看，不能去地講，誒你的情緒失控從阿英同不一樣，從對方係啊，所以我咪阿英不能去看。佢從跳板時係，我一點點知道第幾個差唔多會情緒失控咧。喊我是不是先離開現場？誒，就避免那個衝突。係啊，冇是按歇斯底里。剛剛總百強有講到吼，自家係 EQ 動態，有嗎？有愛吧？就係你啊！係啦，全部你啊，假是讓家是隻情緒失控用解散。因為哦，我嘅唔朋友係該種吼，不太會講話嘅人啦，吼，所以哦，我都要特別吼，讓家嘅時間，我是會。因為我懂阿爸，我就是講話啊，幾時安用？唔講話哦，像受害者安用哦，我看到受害者，我感覺好欠罵。你係唔係打一堆家暴啊？冇，我唔會打機哦。唔講我感覺，你做乜嘅唔講話咧？嘿，我老唔講話，OK， 5秒鐘來唔講。你看他氣勢逼人，我是會講，喂，有人嗎？有人嗎？冇人係嗎？喂，有一擺哦，佢突然哦，因為我喂到半夜咯，佢突然叫出來呢。我咩乜本意嚇到叫出來。你係咪嘢會差唔多啊？唔係啦，因為我上發現嗬，佢唔係唔講話，佢係唔啲愛講嘛嘅，因為佢當講愛講嘛嘅講唔錯嘅話，如本來。很好啊，係啊，所以我是感覺啊，我按樣好。如果溫柔就係啦，你溫柔就係記住一個。後來我長發現我聽到我都有個平衡點的，我是會慢慢講，我是轉換哦講大道理，喺個旁徵博引，總個例子撈幾來分享，結果你後來撈人講，我顛倒來，我做得接受呢個大道理嘅，因為我感覺你係漸漸的慣性愛哦。係，真給旁徵博引都出來。今天是博謙老師教室嗎？咁所以個故事就結尾就會相關嘅。剛有講到吼，朋友吼，馬改世界全部係你嘅，會不會太誇張？因為我只聽愛講，我係愛識條路嘅人，佢咪係識條路嘅人，我都要搶係識條路嘅人，所以我都要個時間唔拿咧。
所以该啦嘅時間，千萬帶強下啦。我做嘛嘅時間，千萬撈見強下；佢做嘛嘅時間，千萬撈嘅強下。冇朋友咧，係啊，我唔是我朋友。拜拜。好朋友，我唔是日本嘅朋友啦，所以我感覺佢冇朋友就對啦。佢最好嘅朋友是我最好嘅朋友是佢。會是控制狂，佔有欲啊！咁咩佔有欲？你係佔有欲，喂，你係佔有欲，你係佔有欲。係咪？應該係要各自嘅交友圈，係咪？比如講，我唔想我家人控制我，所以我咪絕對唔會讓人控制對方。從冇兩者佔有欲。但是我當愛你嘅眼睛。好啦，剛剛大家講到按到我知道吼，你總把佢根本你快台了，根本按你思想加上來去對付你日子哈。觀眾們，你要先講一下哈，就等一下你轉來，不過繼續來講，用完來正面表達自己嘅愛，用完來正面留對方來溝通，兩下先聊一下了。我頭擺接上都會講，哦，無意我就做唔得個性化啊，好啊，分手啊，離開啊，反正冇愛我啊。人家說你黑唔黑那個情緒勒索啊？天意呢，佢喺去那邊就本佢去，佢會轉來呢，佢就會轉來咧。叫真嘅冇辦法轉來，別既然轉不行，你冇懂啲愛嘅意思，我就愛你。這個比喻好像失當。當叫夢瑤乜冷眼嚟講啊？沒有你我就活不下去了。沒有你最好，哎呀。歡迎大家多咗嚟欣賞泰山館嘅節目現場嗬。假如講到青島恐怖情人嘅問題嘅特質嗬，你下停定繼續嚟討論係聽一點，同亞度就危險嘅。加上會講到，無疑我就無法度生活咧。假使遇到較激烈嘅表態嘅方式，唔即刻揾用辦來處理呢個問題，用辦老佢講，我咩係愛你嘅人，佢先來質疑好咧。我那係遇到一樣嘅情人，因為我感覺係安全感嘅問題吼。嗰時候我會時常嚟講我愛你，我會時常難定佢講哦我愛你，因為我感覺有啲些言語都冇辦法勝過一隻擁抱，係擁抱係最佳最及時的吼。唔過像我嘅朋友真有遇到一樣嘅情人，就是說老我嘅朋友講哦我講唔係嘅，我講唔係嘅。有段時間我朋友出去上班哦，無限哦，佢還傳嘅 message 打電話講你趕快過來什麼的。我過不下去，什麼之類，愛用型哦。我講唔係，我嘅朋友就吃假，就不用下佢數當紅嘅事情。就付過去錢。嘿，付過去馬上就講過去錢，唔講你大概青島擺，佢就冇事情，就過一下去吼。咁所以朋友就感覺非常的困難，因為但係營養嘅事情，呢種嘅冒險吼。即係終於可能係缺一條嘅安全感，需要人照顧佢，需要人來關心佢。故作自己呢種係一種愛的抱抱，愛的表現，用愛來化解你的危機，實在不你的中山鼓勵張超。哇，給你個給黑你嘅話，你用白來表達自己嘅愛呢？我會先來講一下，其實我頭擺吼。94800就會老北強強用，你頭擺就會你8000，就會94800啦，就會老北強強用吼。因為呢，我頭擺接上都會講，哦，無意我就做唔得個性化啊，好啊，分手啊，離開啊，反正冇愛我啊。人家說你黑唔黑那個情緒勒索啊？係，我覺得情緒勒索係代表頭擺啦，吼。不過一下啊，其實我咪想我頭擺按用做，真係係對人嘅頭擺嘅男朋友真係非常排斥，一下就。睇嘅時間，我就第一條當按用白來去表達自己嘅愛，我就想講啊，對男朋友啊，愛先信任佢，提點信任佢嘛。天意呢，佢喺去那邊就本佢去，將叫嘅強用，佢會轉來呢，佢就會轉來咧，因為佢愛你，佢就會拿去打你轉。好啦，叫真嘅冇辦法轉來，別既然轉不行，你冇懂啲愛嘅意思，我就愛你用。這個比喻好像失當。還有咧，你會轉來你就不會轉了。冇啊，就係講人信任佢啊，人愛佢啊，中意佢啊，我是說就係相信佢，佢自言而言呢，無論做咩事情啊，佢唔是去笑佢，唔是去撻佢，佢自然就會轉來咧，咁樣就會表達另外一種愛意啦。係啊，假使像按樣接上去威脅佢，加上吵事，加上人家，甚至係想打必背，呢種不對兩三人之間嘅感情，咩係一種威脅吼，也是一種威脅。佢把佢你用辦來表達你對人朋友嘅愛呢？唔係控制哦，先講哦，唔係控制。絕對唔係控制，因為我唔係恐怖情人，我提前已經講。
哥咧，请唔好看我，谢谢。好，我对我个咱外日本个放小老至于差不多强容啦，因为我直接。讲出来，做出来，可是我哋出門嘅時候，一定要擁抱對方，該當寵柔哦。男機就錯。嘿，有一擺哦，我認為當某行，我唔記得會男機啦，所以我直接出門啊，結果咧，佢突然傳訊息本來講，你係咪唔愛我啊？你做乜嘅冇硬嚟啊？咁樣，我看到我是咁樣，激動愛我呢，所以你看我真嘅係恐怖情人，變態情人，梗係我當愛你，當愛激動愛我嘅方式嘅表現。這種愛今日目標真正會長命體，因為大家都對個放閃嘅，愛懂長年嘅，係唔係？咁一下問回嘅時係，假使咱人外日本接上嘅威脅你講出，係講冇你，我就冇法度生法，到呢個時間用解釋咧。但是冇信任感、冇安全感嘛，係啊，係佢講安應該是好，唔係好啦，好，是係繞子魚差唔多啦，因為等下東風片啊、天髮東風片啊，所以一通電話啊，通訊軟體咪東風片啊，某是貼圖啊，有冇某是一幾萬，你吃飽了沒啊嘛？就會本聽人知道，其實我要在關心你哦，接送嘅關心，接送關心哦，唔好嗌你哈無閒聽你唔鼓說，我就先給你小小的問候，不是沒有理你哦，我是真的在忙，按你不一定的，你這個情況很用吧？給王小鳳呢？呢個咧問題千難回答啦，因為當叫夢瑤乜冷眼嚟講啊，沒有你我就活不下去了。沒有你最好，哎呀，沒夢瑤有夠，一般你就會講，就算沒有你，我會活得更好。夢瑤嚟講，喺個眼本用咩當叫冇人嚟講啊，喺這件嘢人嚟諗嚟講咪好，我咪當聽你嘛，當感通。沒有眼吃到安尼你們哈，你就會給他。真正要抽出自己的時間啦，你去給他生活的那個安排有冇？我要把它填空，把它填空就是說我想到對方啦，那麼佢真正我都唔了啦，係嘛？像北京嘅，像照幾嘅法，出門冇奈面嗨佢就知道冇愛佢嘅，啲冇簡單嘅，冇簡單真嘅，這是一種習慣。習慣讓人影片就講嘅，你會處處會想，處處用心想到我，該是最好咧。處處用心想到你哈，一定會想到嘅。哎呀，剛剛大家講到就係事實，接送3不5時就會關心對方，用他答型嘅方法就會傳貼圖啊，講我愛你啊，我很想你啊，大家看到就覺得啊，好窩心，好暖心啊。唔過講到按到，大家回想下切格，看一下切格，咁真嘅冇問題。大家想下切格，咁有啲就係問題情人嘅行為咧，阿志。我完全冇問題，我係完美情人。上聽到啦，冇錯嘅，切格講。唔過，我經常是從賴啊問對方講，你訂哪邊啊？你出去做乜嘅？訂哪邊出去做乜嘅？時常就會問講，出去做乜嘅？然後又想到對方就會想，伊出去做乜嘅？唔過我講，你係唔係有問題？你係唔係控制嘅行為？喺行為講有一句話就係講。那喺愛時常冇人講，你出去做乜嘅嘅意思就係講愛上你嘅意思哦。唔確定唔係完美情人，唔係控制狂，唔係。好啦，嘅你下先不用聽吼，嘅你家人知道嘅。其實我要來大家講一下，我就像94800條擺就像白鉗強用，因為嘅情緒啊非常容易會失控。故說啊，傾嘅時節啊就當傾，啊冇事就冇事嘅。故說我真嘅對我條擺嘅男朋友講排聲，就真係懂財哥啊，做係嘅男朋友。我一下我唔會啦，像我條擺其實情緒非常容易失控。要問講咧，像我喺講像我傾嘅時節啊，就像講，你根本你做愛冇做愛樣嘅事情啊，就請事情來攞去演假唔點喎。冇事就請事演假。冇事就請事演假，一係講。你啲基本因為做唔好，都係捱攞而做牌捱，真係做唔好嘅，仲按樣嚟怪。天啊！係啊，唔過一下唔會嘅。兩種人就係你行人講，我是唔出，要演旁線嘅主馬。真嘅咧，我一下係唔會咯，我一下咩係為年前年啊。香港嘅情緒控制唔好，唔單止係嘅回傾咧，跳擺咪係按樣嘢係冇。所以啱咪有948，啱咪係情緒失控住啦，唔過啱咪情財。
系，比如讲可能人家人都会在当严重嘅程度，我就会情绪失控。韩国系讲对方跳下跳安尼惊爱啊，激怒我，我咪会情绪失控。大家咧情绪失控做先不用碰水，不过。不止情緒失控，自己總不欠，請家來講咧6點都有係冇？哦，請唔好看愛，我唔過講正經啦，講正經啦。其實我討論到呢一下吼，我看吼呢6點吼，其實我差唔多吼全副全有啦。所以開始懷疑我自己係咩恐怖情人啊！唔過我有我自己嘅眼睛啦，嘅體質吼係認為我係獅子座，我懂愛我能愛這般。不要把這個東西怪到星座上面哦。正經，你都要全部愛你能愛這般愛愛。第二嘅眼睛係認為我認為和愛情係永久嘅、長久嘅東西，所以佢係我會做乜嘅？會對我嘅能愛這般愛嚴格。還有，我對我看能為這辦，沒動好啊，你沒談過啊，係麼？假使我病了嘅時間，我全部帶佢出去了啊，到生活嘅經濟當中哦，沒冇乜嘅壓力啊，所以你看，正經啦，我對佢動好，傷心啦，會有一點點嘅壓，不過，佢係傷心。聽到嘅時間，我係當好嘅最好嘅男人，因為我係最好嘅新男人。好，謝謝白客。跟住到今日傷心咯，你聽伊當中嘅傷心可能冇橋樣吼。黃小鳳知道，這個係問題情人、危險情人嘛 ？No， 我知道咩？好呀，上面寫6點嘅吼。我1點就冇關聯嘅，真嘅。係啊，我知道我冇有問題啊。哦，自家講，唔係，有啦，聽我講聽1點咩吼，講氣勢逼人咩吼，要小控啊，我注意啦。如果我咩氣勢逼人，係氣場太強，你知嘛？唱歌係嘛？我楊強當然好啦，意思講，我知道我要6點咩吼，要經驗下來咩吼，按你磨合修煉咩吼，我已經神仙咧。修煉神仙係嘛？係，我得拖嘅。我冇有問題啊，我知道。沒啦，我知道黃小鳳啦，咩家就講到係個個菜種，真係嚇愛注意到嚇咩，上時候你上到暗個吼，跟搖過頭愛顧下來先咧。跟亞愛本來天生吃嘢咧，個個菜種裡面嗌唔錯。誒上時喺天天配上，唔講嚟佢到底係唔係完美嘅情人，跟你就唔對嘅問黃太太咯。觀眾朋友，你聊下先，聊下，等下再來繼續來討論，假設這個係危險情人、問題嘅情人，那我一般運用辦來看咯，聊下先聊一下咯。一開始會疑問，你有冇冇悔愛嘅？後來就會發現，冇悔愛，冇悔愛。好彩，我唔係曾志怡嘅男朋友，希望我真以為都唔掉漢公這個係完美情，我知道你根本係控制情人。其實吼，我熱切吼，唔啲我係恐怖情人，我有問題。你總算承認是恐怖情人啦。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太上觀嘅節目現場嗬，家講到聽到問題情人嘅行為，假使你哋自家有問題情人嘅事件，那我就辦運用辦來反映嚟先問一下，自家講自家係完美情人嘅阿志怡咧。冇唔錯，我家下就講我係完美情人嘛。唔講咧，我喺曾一件事情吼，就係我時常會問對方講，你出去做乜雞啊？出去哪位啊？後來呢，係對方有幾多分鐘都冇回我嘅時間呢，我係從文字變到嘅貼圖吼，嘅貼圖咧就印傳嘅貼圖吼，印傳，嘅貼圖係用長圖嘅，一開始會疑問，你有冇冇回我嘅？後來就會發現，冇回我。啊哦，好彩我唔係曾志怡嘅男朋友，希望我真以為都唔掉漢公這個係完美情，我知道你根本係控制情人。等一下，我曾經暗悠悠對拍夢嗬，唔講嘅，像係對方啊，我印傳，因為對方咩就冇真正去反映講暗用親鬧人啊，因為我印傳貼圖嘅出發點嘛，係先好嘅出發點，係關心你，因為我想你咩想愛啊，我想你參愛啊，係冇，那係真嘅技術嘅無限，做嘅做嘅公司嘅時節啊，就會講我愛情愛自己就發現，先馬上就講拍攝。真冇會按你咯，很多奇怪嘅，就都好牙機，你係就相機嘛。
但是当去扯那个狮子的须子，那个胡须，然后结果被狮子咬，说不好意思，我不是故意的，都奇怪的吼。然后问一下你刚有讲到的清晰失控嘅问题，跟南瓜一般用版来反人呢？其實我咱我一般冇買反應嘅，其實係同保養牙啦，因為呢牙就係按用嘅質性嘅性格嘛。嗰個其實件事情就是順定你咯。係，所以順定牙同我看面色啦。唔過對牙心情好嘅時間呢，其實我天天嘅人講，你家來坐好來，牙知道呢你那邊啊，上班買事情啊，愛改進啊，那條嘅事情，故所呢，牙所按用嘅方式同好，牙就想講，哦，今日我天天嚟改進，牙一條清晰嘅問題。係啦，真件我本理解嘅重傷故意，你真件看唔出來，特別係情緒勒索、情緒威脅嘅。看起來完美情形嗬。哦，牙就唔對啊，嘅滿眼男朋友爭啲嗬。不過啲啲設計嘅超級 TV 所好好來改，就像安尼講，知錯能改，善莫大焉嘛。嘅咩有清晰失控嘅廢氣哦，你知道咧？我記得是有一擺就吵得很激烈，結果開始開始手麻、腳麻，還面眉麻，係是重新講緊嘛嘅顏面神經失調原因，所以都該白日後開始情緒失控，我覺得控制得非常好，因為我其實都安用得不償失啊。韓國人講我哋係有咩後上癮，所以情緒失控我其實都。你係有上癮哦，因為太上講啊，好，我係有上癮，所以我冇必要情緒失控。這個兆豐舒適動力的那個年紀都阿姐講嘅咩嗬，我完全都得了解。然後6歲就做嘛，講相聲係冇。咩？因為咩嗬，其實咩嗬，一個家庭咩嗬，有 A 方案，一次都唔好，其實 B 方案也不錯。乜個意思咧？有人做就好誒，冇嫌難啲嘛。有嫌講就菜煮來唔好啦，嘅體內速度唔強啦。哦好，等下人家壓動嘅嗬，全部起家來，電都行卡死啊，係嘛？有人做就好。所以我哋還唔會情緒失控。那沒有情緒失控，我哋已經到一個境界咧。剛剛王小鳳講嘅偉岸一太簡單的話，裡面有一個重點，千萬唔好壓到有時機，半夜就會動淒慘，因為冇人會煮飯本身。今日重點根本就因為這個唔愛做，姜杜氏瑤啦，姜杜氏瑤啊，姜之前冇人做咩？哎，冇可能哦，迄細妹嘅咩好衝阿姐，細仔係衝矮，有沒有？安尼咩好，我就說一個家庭就絕對唔衝哥哥安尼，好就絕對唔可以應該。我唔光係知道對那個一般好，咪係對這個咪係對這個好，如果你對他好，他會對你付出嘛，係咪？唔過加要建議嗬，見講佢對這個朋友見講嗬，佢對自家朋友當好用辦見嘅。種白劇，今日講到按到嘅問題行為，而家嘅朋友用辦講咧。其實吼，愛熱切吼，唔啲愛係恐怖情人，愛有問題。你總算承認是恐怖情人啦。係你講啊，愛冇辦法啦。94800。愛熱切唔啲啦，正經啦。因為愛講吼，愛你勸係硬啊，愛做得到，你都未做得到啊。所以愛勸服老愛朋友愛用講啊，熱切。到哦，因為準備了這個節目哦，愛讀劇本係麼？劇本嘅寫字哦，佢講你嘅了解主題係問題清晰哦，看到兩行嘅特色哦，佢講咁係誠意咩？係啊，真唔誠意啊！佢講你是很問題清晰啊，因為你生氣的時候總是來得特別快，就像龍捲風。哦，生氣來得太快，就像龍捲風。哎，老師請轉身。馬家同學咩呢嚇？嗰種老朋友後面用板來做啦，用板來協調。後來啦，應該是達到平衡點啦，然後時時刻刻愛都要勸我要提醒彼此啦，提醒對方啦，像係愛為了愛自家提醒愛自家講吼，愛會慢慢講，愛會慢慢講，唔會下毒機，佢咪會提醒佢自家講哦。我會盡量做到最好，唔會做唔錯嘅事情，我會做到最好。按樣咱家嘅頻率哦，是會減低動作哦。好彩吼，你種白劇，你還有上到時間有按唔好嘅行為，要慢慢去改善啊。咪希望吼，咱正經哦，
连跟你做朋友我都不愿意，懂讲的吼。不过可能有的什么人家谈到自家嘅那个一般还在暧昧的对象的时间，可能有的人问题行为，就唔会留佢谈恋爱，咁样安呢？阿志。其實我做嘅交往，以前我就會注意下有嘅地方，所以講對方係咪有情緒嘅問題，係咪哪位有危險情人嘅特質吼，那真嘅我就會有到嘅距離，就會留佢交往。唔過那係我真嘅讀到嘅話吼，就後來會提起勇氣嘅話，我感覺真係讀到真嘅喜歡嘅對象嘅話。因為讀到愛嘛，因為愛真的需要勇氣。愛真的需要勇氣。好，老師請轉身。請轉身，五個燈。你兩隻點解講話嘅？你根本唔係鬧嘢大擂台，鬧嘢叫馬來係向上開上講呢，做乜嘅咯？你而家嚟講一下好冇？我去搞，其實我知道一條恐怖嘅行為吼，其實大三人都有，唔講係細也係大嘅天天，因為一條行為其實都係為到愛。為到愛，但係要產生一條嘅行為。我說其實一條恐怖情人，喺個捱讀到嘅話，我咪唔會知道動水啊，行喺我落遊戲裡，所以係一種經驗。係咪我哋講，你未來讀到一種事情啊，用辦來解決，咪係都可以。會見到你遲到咧？那其實因為本身狗砂是冇孔用，還有後天的環境可能咪會有影響，所以是兩沙磨合啦，和磨合可能磨合個長途模式磨合個時間咪冇孔用啊。係。白強，你會按用就唔談戀愛麼？當然唔會啦，因為你看世界嘅人動到啊，假使對恐怖情假使對日本人來講啊，你拄到恐怖情人。假使唔怕，因為世界已經動盪，你做啲玩熱沙啊。假使做啲玩熱沙，前期玩到做啲 match 嘅人，因為一定世界上一定會有人愛你啊，長嘅愛拄到人唔朋友強咯，佢當愛愛，所以愛係當好嘅代表，幸好男人嘅代表。你兩沙前期係周瑜打黃蓋，一沙願打，一沙願愛，真嘅。係啦，趙峰啊。當然唔可以永安嘅，係嘛？冇可能冇人偷離讀到一個壞講書，就要放棄整片森林嘛？超正經。唔錯，那邊唔錯。對啊，陷阱題呢，有關不愛啦？愛佢沒有選擇權的啊，有關讀到恐怖情人啊？可能給恐怖情人唔係其他人，就係你自己。愛自己，冇，愛也冇選擇權的，故說愛唔愛讀到恐怖情人。後在後的 N.A. 王少峰警察有自己去意識到這個問題，他已經沒有選擇權。佢倆聲音，貴聲音就馮天本、跟黃太太，還有黃板月。好啦，幕後等下下課嘅時間就準備要開咯，準備了。有發現到，真勁哈！因為大家講到青銅恐怖情人、問題情人、危險情人，都係特質，大家會想下。其實觀眾朋友咩想下，然後情人帶強下嘅時間，唔係講哈，你生活當中去觀察，用辦有安尼嘅行為，用辦去改進切家，然後情人之間嘅行為。韓國我記得哈，嘅愛唔係醬油，係曉得付出。曉得接受，曉得去愛，希望大家咪做一個好嘅情哦。下禮拜同嘅時間，我哋繼續嚟收看《向上睇上國》，要把大家講。